一直往前走。遥远，等你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，恐怕世界已经濒临毁灭了吧。钟子贤越来越近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诺亚2号，这是我们人类最后的机会。张衡的能力对我们夺取这艘飞船至关重要。被人盯上了都不知道，一起闯祸！来啊，去死吧！为什么要带上那个累赘？他的能力对我们很重要。你逃得掉吗？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？是你一个小瘪犊子干的？不是我干的，这是飞船内部的反射措施。为了不让人发现这艘飞船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所有黑星小队成员分散到世界各地，搜寻符合条件的难民，他们将担负起延续人类文明火种的使命。